伫台中南屯有一搭建案工地行中道发生吊杆对31楼悬落落来，结着接温热线。迄个时阵正拄好有一台列车经过，随甲撼着，甚至突破其中一载的车厢。这站意外内面呢，有一个查甫女起来过往，救出来时阵已经是死亡啊。这个死者就是正奇大学法律系姓林的助理教授，另外也有8个人受伤。台中市政府先甲这个建案停工罚27班，这案数也先罚30班。市政府站到9张内站这段目前是无都通行的。这是台中的捷运，我今天带我爸来看医生，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情。车厢内底规个乱糟糟，乘客直接开直播公开事故的现场。台中捷运热线车站中到12点26分发生重大伤亡的事件，有一支铁铲 A 是降落落来，直接对捷运的高架轨道陷落，架因伤规破去，其中一只车厢阁更烫过。就是一片混乱，然后车子就停下来了，然后我只有看到那个鹰架出现在车厢里面。附近的大楼监视器翕到铁铲 A 是降落落来迄个时刻，文心南路甲文心南5路路口，县府发建设新建案的工地，31楼楼尾顶的铁铲 A 当咧甲石膏拆掉，毋过有一只石膏落伫离捷运丰乐公园站差不多100公尺的轨道，然后一只往南的捷运列车就直接落落。我很清楚看到它是就是已经卡在轨道上面，那我们列车是直接撞上去的瞬间这样子。救护车在那边待命好了，我们先挂水后啊。有一个查某乘客跌伫车厢的下底，消防队甲救出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。另外，还有8个乘客受到轻伤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有赶去现场了解情形，要重罚，而且要重重的赔偿，因为不只是打坏我们的这个捷运，那也同时呢，也造成我们营运的一个影响。市府证实，死者是52岁正奇大学法律系姓林的助理教授。另外，轻伤的8个人已经出院，市府嘛已经下令建商停工，而且甲起诉人等罚27万。劳动部这案数嘛以违反这案法罚30万。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下晡去现场勘查，被动的土木技师初步研判，可能是铁铲 A 相关的材料含烧，也有拆除作业的程序有出现问题，才会造成这个悲剧。所以它应该是在拆卸的过程，可能是我们材料的老化，或是在作业的程序上可能有不注意，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后续我们先勒令停工，然后依规开罚，起站、承站、那监站部分27万左右了。捷运绿线市政府站往回9张内站这段目前是暂停营运，而且无限期停驶，为就是开始加油公车来协助民众搬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